好來，鄉親啊，繼續來看雲林縣水林鄉的大山村，佇個出入口有一個意向，鄉公所甲縣政府合作，開135萬重新來整理，讓這個意向展現着水林的特色。佇咧分146甲151鄉道的路口是水林鄉大山村重要的出入口。水林鄉公所甲雲林縣政府合作，開135萬來重新甲整理。村長及社區理事長非常極力的在向我及家俊委員反映我們的大山村入口意向已經年久老舊了。因為這是咱水林鄉的迄個大山村的門面，希望講會當換新啦，讓它截然不同。雲林縣政府希望透過全新出入口的意向，結合水林開台頭一層的文化歷史，讓更較儕人了解水林鄉的特色。在地這個特色，嘛希望講有這個入口意向，等下在家己的村莊的時候，會當感受到咱在地咱的傳承以及所有的人大家用心吼。那是互地方一個新的地標，嘛，讓更較儕人看到大山村的特色，展現地方農村的活力。